我们所依赖的就是阿赖耶识。那要知道说，这个阿赖耶识啊，它呢就是含藏识。那含藏哦，在我们众生来讲啊，就是含藏善恶的种子。可是呢，在大的方向来讲，它是含藏天地的三河大地，含藏万象万事。所以啊，我们呢佛经里面呢又有一个名词叫做如来藏。那个如来藏，也就是我们第8的阿赖耶识。那我们一般呢都这个讲说就是跟我们人有关系啊，就是我们的第8阿赖耶识。然后说呢气后来先做主翁，就是死去的时候他最后一个走，然后来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个投胎。气候来先，然后做主翁，就是呢当家做主啊，他最大。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带来的是阿赖耶识，我们阿赖耶识啊含藏我们那种，然后来投胎的时候啊，他先来第一个他先来依呢这个中阴身投胎。投胎来呀已经我们怀孕，然后10个月386天就会生下来。那生下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个生下来虽然都有阿赖耶识在，可是跟外面的空气一接近以后，它一定要哭了。哭的时候我们那个灵才会进，灵一进来我们就分段生死。灵一进来了就生，有生了就有死，就是分段生死的开始啦。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虽然有第8阿赖耶识，有含藏识，有所有一切的，可是假如说不哭，他不会活。那有经验的医生呢，他就会把那个婴儿抓脚2只脚把它抓起来，让他的头朝下，然后打他的屁股。那个意思说，你既然造了业到凡尘来就要甘愿来接受了，所以打到哭为止。只要哭了，那个医生就放下来，好了好了，活了。不哭不活了。那我们上次不是有说吗？为什么不哭他是在第10殿那个孟婆庄那个忘魂汤他不喝，不喝的时候他到凡尘不愿意这才艰苦我才不爱来，我无遐戆，所以真巧。所以那个处理的方式就是要这样，打到他哭了。你都气了还唔来，你都静了还唔来，无法度都爱哭吃一下哭就等于他已经喝了那个忘魂汤前一世都忘光了。开始治一生的生活，所以医生就会把它放下来，说可以了，可以了，活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第8阿赖耶识虽然是主宰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一生，可是它要有条件配合。我们不造业我们不会落入凡尘；我们不发愿，一方面是业，一方面是业发愿，就是这2个原因我们才落入凡尘有现象。然后你落入凡尘有现象一样，要欢喜心甘愿受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人这么苦？各位就可以知道，写在我们脸上我们这个眉毛就是草草字头，然后我们眼睛跟鼻子
就是十字架，嘴巴呢就是下面一个口，写下来哦，就是苦啦，苦不苦？苦不苦啊？做人都是苦啦，苦为了，哦，就是这样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天地之间呐，它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解说了。为什么7口？我们为什么7天一个礼拜？为什么都是以7为主要的转捩点？为什么起时是7家？有办法解说吗？好像自然而然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有时候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一直反问自己也会有答案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有这个第8阿赖耶识，那我们要知道研究，你有第8阿赖耶识，你才有前面的末那识。眼耳鼻舌身意6识，因为第8它呢互给第7，然后第7叫意根，然后意根给前眼耳鼻舌身意6个，6个都依赖第7啦，第7依赖第8啦，第8是依赖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要了解本体是一个然后分下来呢就是作用不是说我们的阿赖耶识是佛性功能作用，也不能这样说。它是不一不异，不是一的，也不是不同，不是一样，也不是不一样它到底是一样不一样？所以佛之前不是说嘛我们不要找有，也不要找空，不要找亦有亦空，不要找非有非空，是什么状态？就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凡尘有很多都会走入这个现象，不是用我们头脑来思想，不是用嘴巴来论议要怎么样领悟？你领悟了以后头头是道；你不领悟了以后，处处都是障碍。所以要了解说我们的阿赖耶识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不对。你说不是也不对，它到底是不是？对了，没回答就对。我们修行不用第6意识，直接启发元气。那阿罗汉他们的内所修行是用第6意识心吗？他问这个倒还蛮有内容。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这个第6意识它不是毒蛇猛兽，它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在凡尘要用。我们直接面对凡尘所产生的是第6意识，最直接的啦。然后我们皱起眉头在想第7的末那识，所以那个叫意根。你意识是面对马上解决，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六祖会说不断摆思想，有没有？对境心速起。这个就是说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你不要摒除它，你还是要用只要善用只要你不自私自利，善用都可以。所以我们了解说六祖是希望我们把第6意识先转成妙观察智。那妙观察智的时候虽然也是一样第6的作用，可是你用妙观察，它已经走入到观察我们佛性本体所以妙观察智见非功，见非有为功用，非
非有为就是无为，无为就是佛性。你用第六意识来关照你的佛性，这个时候你所决定的不会错，不会造业了。所以按照六祖那样，先从第六转，不要用意识心，因为意识它是对心就起，那个起的时候是由根境相对，根尘它相对，所以那个会变化。会变化，我们去拿来做修道，我们时时刻刻在变化，那个就修不成道。所以我们先把它转成智，用智是变化，智是不变化，智慧那个智不变化。然后已经妙观察智，见慧功，见到佛性，然后我们再来转第七末那识就变成平等性智。平等性智，心无变。你心，因为我们都会分别你是你，我是我，有分别心。你用平等性智你跟我虽然形象不一样，佛性都相同。已经没有分别心，那没有分别心心就没有病了。所以我们凡尘为什么德建立不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平等性不够，平等性的认识不够。人与人之间平等，人与物之间平等，物与物之间也平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一切都是平等，都是平等的话，不会有那个骄傲，也不会有那个卑下，就平等。平等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天地的春夏秋冬、白天夜夜一样，自然而然的变化。那这样的话，我不造业，不造业不受苦，自然就能够解脱凡尘的所有世福啦，世福都解脱了，都没有没有世福我们当下都是佛世界了，跟佛一样的生活。虽然我们要了解，只要你研究了、进入了，那你的天地就会很宽广。所以我们不是说把第六意识我们去掉不要，你要怎么去我们生活之中第一个接近的就是第六意识，你第六意识接再下来的都从第六意识延伸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我们善用，只要你认识第六意识的来源是我们的根尘相对产生的，那你根尘相对产生的，它不会永远一样，它是在无常变化。你只要知道它是无常变化，那这样的话，你能够抓到第六意识，能够抓到，你就不会被它转，你可以转悟就不会被误导。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修道你要避开第六意识没办法，一定要用，只差别在善用跟不善用。你用的不恰当的，那造业跟人结怨；你用的很恰当的，那就什么事都没了。所以我们修道并不能撇开第六意识，一样要用。只要我们善用，知道它是功能作用怎么这么快值得讲师。